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嘅同學，咁佢哋嘅作品名稱咧就係、保護文物大作戰啊！咁啊睇下點樣作戰得啦啊！有請。你好，我哋係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嘅4A 班黃志森3B 班嘅李永欣，同埋6D 班嘅李遠章。我哋而家可以撳 How to Play 睇下可以點樣玩我哋呢個遊戲。第一二關要拯救鐘樓大作戰，喺鐘樓爆炸之前用滑鼠向住目標撳 Space Bar 就可以擊退敵人。第三關就係天星碼頭大作戰，撳上下左右可以控制主角，撳空白鍵就發射子彈。我哋而家撳 Start Game 就可以試玩。預備開始！呢個係睇落嘅，鐘樓爆炸亦都係配合翻個計時器。如果你贏喺度嘅呢個畫面，如果呢右下角有個計時器，如果你去到0都未撳，就會跳到第二關。第二關嘅特點就係多咗敵人，而且速度快咗。如果輸咗嘅話咧，就會俾敵人攞咗鐘樓，而且咧將佢哋其中半個跌咗落海。我哋撳 Try Again 可以試多次嘅。預備開始！我哋贏咗嘅話咧，就成功到呢個畫面，而且咧，如果我哋撳 Start Game 嘅話咧，我哋嘅主角咧就會去到另外一個要拯救嘅地方——天星碼頭。我哋綠色衫嘅敵人咧會左右咁樣發射子彈，而灰色嘅敵人咧就會上下咁樣發射子彈。上下鍵可以控制主角上下咁樣移動，而且主角有3次機會嘅。左右鍵可以令主角左右行動。